30秒自測有冇玫瑰痤瘡。成日咧無啦啦塊面紅啊，起一粒粒，仲以為自己係普通敏感或者生暗瘡，小心啦！你可能一早已經中咗玫瑰痤瘡啦。攞塊鏡出嚟望下塊面嘅中間，只要中咗以下其中一樣，基本上咧已經可以確診噶咯。第一，有一笪持續唔退嘅紅；第二，鼻頭皮膚發紅，甚至變厚變粗糙。嗱，再睇埋呢4個強烈嘅信號就知啦。第一，塊面突然由底嗰度咧興出嚟嘅，好似煲滾水咁樣。嗱，第二就係塊面會生啲一粒粒含膿嘅紅疹。第三，會見到面頰同埋鼻翼兩邊有蜘蛛網狀嘅微絲血管。第四，對眼成日乾澀、刺痛、起紅絲。嗱，對完呢個清單，如果你仲係50-50，唔係好肯定自己係咪中招，嗱，千祈唔好亂咁搽暗瘡腳或者食啲抗敏感藥喎，咁樣咧只會越搞越爛嘅啫。嗱，喺下邊留言，我想知，我會親自幫你睇下點樣由根源幫你斷尾。